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8月17号。这一期啊，咱们聊一聊范增。我看啊，这两天网上比较火的就是范增啊，这热搜上面全是范增啊。前两天网上啊传言范增啊好像被他那个新婚妻子啊给带走了，不知所踪。然后据说啊，什么巨量的财富啊，什么名贵字画，那些这个收藏的那些什么啊收藏品啊、艺术品啊都不知所踪。反正网上传的啊比较邪乎啊，但是这个我也没有太关注啊。但是今天啊，我看这个网上啊，一个叫范晓慧的，他发了个微博啊，他说是范增的女儿，因为前面都是网传，也不知道谁发的这传言啊。那这个既然范增的女儿范晓慧她发了个微博，所以我觉得咱们还可以看一看到底发生什么了，毕竟这个不是传言的。那关于聊范增这个啊，吃这个瓜呀，我啊不从这个私德上面啊，就是聊范增的这个私德，也不是聊这个范增的这个什么艺术成就。我看网上有人说他是国学大师什么的，国宝级什么艺术家，这些都不是咱们要聊的啊。咱们是聊豪门恩怨呢，正好巧了，对吧？结合这个《红楼梦》啊，聊一聊这个豪门恩怨。什么叫豪门呢？这我有个定义啊，豪门它有两个特征，第一个就是这个家庭人数众多啊，人物关系比较复杂。首先人要多，这个范增啊符合这个豪门的这第一个特征，因为范增啊他结了4次婚，范增下面孩子也多，虽然有多少我不知道啊，但是你看啊，这一个女儿已经出来了吗？他结了4次婚呢，每个妻子是不是都有孩子，对吧？这个那要有的话，这关系相当错综复杂。第二个就是对吧，得有钱，要不然怎么叫豪呢？有钱而且还有名望，就是在社会上有很大的知名度。那这个范增啊都是符合的。这个网传这个范增的这个第4任妻子叫徐萌吧，网传啊卷走了范增20亿的财产，那绝对是豪门。所以咱们是从这个豪门恩怨这个角度啊来吃这个瓜的，正好结合这个《红楼梦》啊，我觉得这个范增啊和贾府有很多这个相似的地方，或者巧合吧。那我们就看这个范晓慧啊，她发的这个微博，作为范增的女儿啊，她是这么说的，她说关于网传家父范增搬离家宅不知所踪的声明，她这第一句话就说明了啊，这个网上发的那个范增啊被人带走了，对吧？不知所踪，这个不是他女儿范晓慧在网上放的消息，是另有别人，对吧？把这个捅到网上去，那是谁捅的呢？这不知道啊。那是网上在流传这个范增被人带走的传言之后，作为女儿范晓慧她发了一个微博，对吧？对这个事做个说明。她这么说的啊，她说近日各网疯传家父范增被强迫搬离家宅不知所踪的消息，作为范增女儿，我感谢各位网友的关心，更为父亲健康与安危而焦急。她下面就写经过了啊，说我因陪伴孩子参加暑期夏校，从7月5日父亲生日派对过后就一直在外，期间家父仍能与我微信留言联系，被告知徐萌女士身体不好，家父在医院陪护，暂时不回碧水庄园。这个徐萌女士啊，就是范增的第4任妻子。这个范增的女儿叫范晓慧啊，她陪她的孩子在美国啊参加这个暑期夏校，我估计就是那个夏令营吧。她陪伴的话，那说明她孩子不大。我感觉啊，这个范晓慧恐怕跟徐萌的年纪差不多吧，或者大也大不了几岁。因为这个网上没有这信息啊，我这个人推测啊，我对范增的了解啊，其实是不了解啊。大概10几年前啊，我看有那个电视报道啊，主要是有人揭露啊，说范增画画，他在那个墙上一排挂了10几幅这个白纸啊，那个画，然后开始感觉是流水线作业啊，就同时比如画一匹马，他同时画10几匹，对吧？10几张纸上画，当时好像这个我感觉啊，不就是印钱吗？这是印钞机啊，就是我这个都10几年前了啊，哪一年我也不记得了，媒体报道的。那再对范增的这个了解啊，也不叫了解啊，就是这个关注啊，那是去年，我记得是网上传这个报道，对吧？范增啊，好像是80多岁娶了一个30多岁的这个徐萌，就是他的第4次婚姻呢，老少配，老夫少妻啊，年龄相差50岁，应该就是去年，这在网上对吧，也引起大家关注啊。就是我对这个范增啊，大概就知道这些事情。那这个范增的女儿她说啊，家父啊仍能与我微信留言联系，被告知徐萌身体不好，家父在医院陪护，暂时不回碧水庄园。当时我有疑惑，家父87岁高龄，自己还需要照顾，怎么可能在医院陪护病人？但我选择去相信。这里面就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范增87岁了，这个很有可能啊，就是被控制了。被控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87岁，作为他的女儿啊，如果是跟他爸爸，如果只是这个发微信的话啊，你没有办法确认那个手机
机的那一头啊，到底是谁在给你回信息，对吧？你最好是打视频，如果打视频不方便，那这次也要语音，也就是确认给你回信息的是你爸，而不是别人。所以他在这里面啊，他也没说清楚，他跟他爸联系到底是视频还是语音还是文字，对吧？要是文字的话，那就很可疑，对吧？然后说他爸87岁啊，徐萌身体不好，在医院，那个范增啊在医院陪护，这个不符合常情啊，确实87岁自己的行动不便啊，他自己生活都需要别人帮忙助理，对吧？一大堆，他怎么可能跑到医院去照顾他那个徐萌呢？作为他女儿，应该怀疑。说这之后几次微信徐萌都说仍在治疗，我有疑虑，即使我再三追问，仍不能得到确切回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他女儿啊跟徐萌啊直接联系，对吧？徐萌告诉他还在治疗，也就是他女儿还怀疑啊，然后就追问，仍不能得到确切回复。他问什么呢？就不太了解啊。他问什么呢？问他爸现在在什么地方，还是问他爸身体状况，还是问啥呢？然后说在后面电询与家父往来密切的朋友，他们也不知道家父在哪里。我决定立即回国，也就是他啊，就从这个国外回来。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啊，对吧？他自己通过这个微信联系这个联系那个都找不到他爸，他决定回国看一下，这个是负责任的。他说刚回国我就收到朋友转来网络关于家父的报道，那就说明啊，这个网上有人，对吧，在炒这个事情。我与朋友驱车去碧水庄园查看，这个碧水庄园就是范增啊平时生活的地方，发现房屋大门紧闭，已经贴上封条，果然人去楼空，家里只留下服务父亲10数年的厨师、助手、保姆、门房，而徐萌带走的都是他刚刚雇佣的家庭服务员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也就是这个7月5号啊，他们还在这儿给这个范增啊过生日，对吧？等到这个他女儿回来的时候啊，范增已经不知所踪，房门的这个大门紧闭，而且贴了封条，这个就像极了《红楼梦》这个荣国府啊，那个好像当时是老太妃吧，皇妃啊，有一个皇妃死，然后所有有诰命的这个夫人呢，都得去守灵，然后还得去送这个，把他送到这个皇帝的那个秦陵啊。他们早上去皇宫啊去守灵，晚上回来，然后后面还要送，所以有1个月啊，算了一下要1个月在外面。然后这个宁国府、荣国府啊，什么王夫人、邢夫人、贾母，男的就不用说了啊，什么贾赦、贾政在外放啊，什么贾赦还有什么贾琏、贾珍都得去。所以这个贾府就剩下这个尤氏，还有生病的王夫人，还有一些小姐。曹雪芹就写啊，这个把这个荣国府啊大观园什么角门上锁，所有的门都上锁，然后这个王夫人住的房间、邢夫人住的房间，对吧？就是这些主人住的房间统统上锁，不就是贴封条吗？然后这个在留下的啊，这个还有好多这个丫鬟呢、仆人呢、小厮啊，是要跟着一起去送葬的，要伺候贾母、王夫人、邢夫人他们。那还有一部分人留下来，那留下的人在哪儿呢？对吧？上夜的上夜，就是值班的值班，他们都住到这个丫鬟住到这种集体宿舍，应该这么理解啊。范增的女儿写的啊，她到碧水庄园呢，看到这一切，就和曹雪芹写的这个贾府是一样的。徐萌啊，带走的都是他刚刚雇佣的家庭服务员，对吧？也就是老员工他不想带，这个老员工啊非常复杂，到底是谁的人，对吧？他们到底为谁服务，谁不知道。就像那个贾府里面每个房啊，就是这个王夫人、邢夫人，每个房都有别人的这个内线，就是王夫人每次要说话的时候都要看一看周边有没有人啊，就是他身边的丫鬟在，对吧？他也要么就把人家支走，要么就趁没人的时候说话。也就是王夫人对身边的人都不信任，不知道这人到底是给邢夫人还是给贾母还是给其他人，对吧？通风报信的。那徐萌显然啊也是这种想法，所以老员工一个不带，带的都是他招的新员工，免得你们这些人通风报信啊。这个范增的女儿啊范小慧说啊，我马上现场询问了了解情况，他们说一些知情较多的老员工被徐萌以重金悉数辞退，对留下的家人和员工也只字未提去哪里做什么。我觉得这个，对吧，就很有可能啊跟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呢那个司法解释有关系。从9月1号起的，这个所有的人都要交社保了，所以这个徐萌把老员工辞退啊，恐怕也是没有办法，迫不得已。不辞退的话，要给他们补社保啊，交社保，只是一大笔费用。这个是不是说明这个范增啊，虽然名气大，虽然这个外面架子也挺大，就像贾府一样的，但实际上他缺钱，这我们完全可以合理的这么怀疑啊。你比如说那个什么，这个北京那个叫什么光复博物馆，那叫马未都吧，我有印象啊，对吧？他随便掏一个这个他的博物馆里那个什么藏品，那都是价值连城，对吧？都是多少亿的，都是孤品，但是他就是没钱给员工发工资，是吧？去年还闹过一次吧。所以这个王熙凤就说了嘛，大有大的难处，对吧？你别看他好像这个叫金玉其
其表，实际上他缺钱。你想啊，这个范增啊，身边的工作人员，你看啊，他这个徐萌已经带走了一批人，留下的还有10几个，那就咱们推算一下，他这个范增身边工作人员至少20个人，最少这20个人工资对吧？吃喝拉撒那都是现金流啊，完了还给人上社保，这钱从哪儿来呢？范增的收入，范增他已经退休了对不对？退休金肯定是不够的啊，他退休金能有多少呢？徐萌是没工作，我说的是现金流啊，所以9月1号马上就到了，对吧？徐萌把那些老员工啊，对吧，给他辞退，也是这个叫什么人员优化，对吧？叫裁员节流啊，开源节流啊，减员增效。所以说这个即便是名气这么大的范增啊，对吧，也对这个社保新规啊，也是受伤很重啊，也有影响。然后这个范增女儿说啊，她同时我惊讶地听到，在徐萌带父亲离家之前，已经数次在我们不在家中陪伴的时候，搬运父亲早年库存大量书画作品，古玩收藏。徐萌强令员工关掉房间监控，恐吓员工不许外传消息，如若不然，他会去报送公安局抓人。反正他这一段写的正常人很难理解啊，也就是徐萌啊，这个趁这个他女儿不在家，不在身边陪伴的时候，就是私自啊搬运这个范增的这个就收藏的这个藏品吧，或者是书画作品，而且把房间的这个监控啊关掉，而且让员工不准对外传消息，谁传消息就报送公安抓人，这个逻辑不通啊！人家对外传消息，公安就能抓他吗？这个范增家的这个书画藏品难道涉密吗？他接着说啊，他之后将家父50年珍藏书画、古董打包装箱分批分拨运走，但运往何处，员工们并不知情，吓得更不敢发声。这个按照曹雪芹写的贾府啊，这个荣国府王夫人呢，为了给贾母凑钱过生日，他送礼啊，所以但是王夫人没钱了，他就把那个库房里面那个锡器啊，几大箱子，那个不常用，那玩意儿锡器我估计是祭祖的时候用的，然后把那个偷出去啊，这还是王熙凤出的主意啊。这个王夫人跟王熙凤借钱，对吧？这个贾母过生日，他要送礼啊，没钱，然后王熙凤就说，不如把那个库房里那个锡器啊，给他拿出去到当铺啊，压在那儿借300两银。王熙凤没钱怎么办呢？因为王熙凤她把那个贾府的很多钱啊拿出去放高利贷，变成应收账款，回不来呀、放高利贷放给那个房地产开发商，房地产暴雷，他钱怎么回得来呢？所以变成应收账款。然后王熙凤没办法，因为这些人这里面的好多都是贾府那个丫鬟小姐的工资啊，月例钱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那个金的自鸣钟，就是一个金的钟拿去当了600两。然后贾琏缺钱，对吧？贾琏是负责外面人情往来，对吧？他没钱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找鸳鸯，让鸳鸯啊把那个贾母这个珠宝啊、提己啊，也就是啊书画作品、古玩收藏，给他偷几箱子出来拿去当，对吧？抵押借钱，也就是这个贾府实际上已经暴雷了啊，现金流断了，只好把这些书画作品、古玩收藏拿出去抵押借钱。那这个徐萌啊，对吧？作为这个范增的第4任妻子，这叫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呀，对吧？他现在是当家，对吧？那范增那花费也很大呀，不是说养了20多个人嘛，对吧？各种牌面不花钱嘛，人情送往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把这个书画作品、古玩收藏打包，说不定拿出去抵押去了，要么卖了，对不对？换钱呢，对吧？你没钱，你给员工发工资，那员工他万一维权，对不对？去仲裁，那个光复博物馆，那马未都不就吃着亏了吗？守着那些古玩收藏、书画作品，却没有现金，对吧？那员工工资发不出来。徐萌有点像王熙凤，对吧？当机立断，立马把这东西拿出去卖，卖完了给员工发工资啊。这个范增的女儿说啊，她说我这次来碧水庄园，员工们告知父亲是7月13日被徐萌带走，并带走了全部生活用品，已经1个月有余，看似不会再回来生活了。简单的理解啊，就是他们找了一个恐怕更便宜的地方，对吧？你在这个碧水庄园住，这个每天开支太大，对吧？说不定换了一个小地方啊，对吧？这就是开源节流嘛，过紧日子啊，这也是响应政府号召啊，把日用品都带走了。这就说明这个范增啊，这个徐萌他们现在遇到困难啊，现在大环境不好啊，对吧？这些所谓的艺术品啊，价格都上不去啊。这个我刚才说了，这个范增他的财产不是现金，对吧？不是银行存款，全部是这种收藏品和书画作品，这玩意对吧？水分很大，就是弹性很大。说值钱吧，那就是价值连城；说不值钱吧，换个馒头都够呛，对吧？你拿去换几斤鸡蛋都挺难的。家父以这样的方式被徐萌带走，我作为女儿非常担心，多日电联父亲，手机都是未开机状态，也就是手机被关机了啊，彻底联系不上了。他说我立即给唯一联系通道徐萌发微信，仍未告知父亲在哪里，也就是作为女儿给他的后妈啊发微信，那是能联系上的，也就是徐萌会
给他回微信，但是具体说到这个范增现在在哪儿，他不告诉。说家父耄爹老人，幼之酷暑之下，作为女儿，我不希望父亲离家一事被网络热炒，我只挂念父亲健康与安危。我会积极与家父朋友联系，得到父亲确切地址，赶到家父身边，看到父亲安康，我就放心了。感谢大家的关心，万分感激。这个就不太好理解了啊！如果说你真的是作为女儿挂念父亲的健康与安危，那你要做的事情第一件事是报警啊，对吧？你现在你爸找不着了，然后唯一的对吧联系通道就是徐某，也不告诉地址，那你完全可以到这个当地派出所报失踪，24小时了，对不对？而不是在网上对吧？这个来请网友当法官，这个有点推波助澜了，对吧？刚才说了啊，就是这个事情谁搞到网上去的？看这个范增的女儿写的啊，那应该不是他，不是范增的女儿捅到网上去，那是有别人。别人为什么把这事捅到网上去呢？实际上就是想借助这个8到15岁的网友给他们评评理。现在网上的叙事啊，他已经开始往哪儿转了呢？就往这个徐某设局，对吧？什么仙人跳之类的，就是叫什么杀猪盘啊。总之这一切都是阴谋啊，从头到尾都是个阴谋啊。就是徐某跟这个范增结婚，那都是奔着他家产来的，对吧？你80多岁了，谁图你身体啊？就是图你的钱。这个叙事在网上对吧很受欢迎，正好大家也这个非常看不惯，对吧？你80多岁，你还霸占一个年轻的，为老不尊，对吧？正当这些网上这些网友吃瓜群众为这个高彩礼所困，为这个女权女性觉醒所困，对吧？都找不到女朋友，匹配不上这个性资源，结果你这80多的，你找个小50岁的，这上哪儿说理去啊？所以这很容易就把它描述成一个什么叫小三上位，不正经，对吧？有人把这个事捅到网上来，说白了就是想让网友来评评理，利用一下这个8到15岁这些人这个戾气。但是我觉得啊，你可以利用这个网上舆论，但是你既然要利用网上舆论啊，这就是一个双刃剑，对吧？迟早要遭到反噬，这是我的观点。为什么他要到网上来搞这事呢？这我也能理解啊，因为这个从头到尾说白了就是家产，就是钱财产，对吧？这绝对不是争夺这个范增这个一把这个老骨头，对不对？绕来绕去绕不开一个钱，那涉及到钱呢，又是民事纠纷，对不对？你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啊，对吧？如果你要打官司的话，那这旷日持久，扯都扯不起，对吧？他家庭那么复杂，所以有人就想利用网上的舆论来搞事，但这个啊一定会反噬。这个就有点像那个武大那个图书馆性骚扰事件，对吧？那个杨某某啊，他找那个辅导员，找学校3个月没有结果，或者这个结果达不到杨某某的预期，对吧？杨某某就把这事搞到网上去了，想借助网上的力量，这不就跟这个范增的这些下一代一样吗？想在网上借助网上的力量，因为他这个事如果走这个正规的正常程序啊，司法程序或者什么的，非常麻烦。他们想走捷径，因为一旦这个事情搞到网上，那就首先第一波攻击的肯定是这个范增的第4任老婆，因为他年轻啊，他们俩年龄差距大呀，所以这里面对吧发挥的空间就多啊。就像那个武大的那个杨某某一样啊，对吧？第一波对他非常有利，网上报名啊都是矛头对准了那个肖某某，后来法院判决一出啊，是不是矛头又对准了这个杨某某？杨某某遭到反噬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范增的这些下一代子女啊，也要引以为戒啊，就是说你现在把这事搞到网上，在网上炒这个事情，对吧？有逼这个徐某现身的意思，就是逼他出来回应，对吧？逼他出来这个面对这个网络的这个质问，是不是做局，是不是仙人跳？但是啊，最终一定会对吧反噬到这个范增身上，因为范增啊，他本来他的这个争议性就非常大，也就是咱们网友说的糟点比较多。人家这个布鞋首富啊，对吧？那也是死之后被人刨坟，你这范增对吧还健在呢，就要遭刨坟了，对吧？第一波攻击是对着这个徐某的，后面的攻击一定是对着范增的本人。那作为范增的子女，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一切都是为了钱，为了利。这个《红楼梦》里面那个荣国府啊，内斗也非常激烈。贾母就好比范增啊，对吧？贾母手上有大量的财产提己，但主要是他的这个书画作品、古玩收藏。贾母还有大量的这个各种好的衣服啊，对吧？各种雕啊，所以大家就不难这个理解啊。这个但假设啊，想娶这个贾母的那个就是办公室主任鸳鸯做妾，这个是按道理这个邢夫人应该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就是假设了老婆对吧，老公又要纳妾，结果这个邢夫人啊，不仅没有不开心，反而还打头阵了，这个上蹿下跳，对吧？要为这个假设立下汗马功劳，亲自出马，威逼利诱，要促成这桩姻缘。为什么呢？对吧？这是违反常理的啊！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娶了这个鸳鸯，实际上就是控制了贾母的巨额财产，因为鸳鸯就是贾母办公室主任，对吧？贾母那里还有些什么财产，还有什么书画作品、古玩收藏，什么值钱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鸳鸯最清，那个钥匙啊也掌握在鸳鸯那儿。所以说，假设你只要娶了鸳
鸳鸯，就是控制了贾母的巨额财。这就好比这个徐萌啊跟这个范增一结婚，对吧？就是徐萌就控制了范增的巨额财产，是一个道理啊。所以邢夫人她从这个角度考虑啊，她能不帮贾赦吗？所以她跳得最高啊。最后我再说一说啊，这些豪门恩怨啊，就像这个贾府一样，这个豪门如何避免内斗，这个也是对吧？几百年来都这个亘古不变吧，对吧？你看曹雪芹300年前写的这玩意跟现在有变化吗？没啥变化，对吧？都是为了钱争夺。贾府那个开支有多大，对吧？人人都知，连林黛玉对吧都知道贾府开支大，出的多进的少，都担心贾府要暴雷，对吧？范增这儿也是出的多进的少，迟早要暴雷。我看网上有人说啊，这个范增啊，在跟他第4任妻子结婚之前，好像有那个财产的，就是分割啊，已经做了安排，什么婚前财产好像是给子女吧，然后这个跟徐萌婚后的财产，这个有徐萌的份儿，大概这样子吧。这都是网传啊，但是这些都没有意义，没有用，人控制在谁手上，谁说了算。范增现在对吧，跟这个徐萌结婚了，徐萌是他合法妻子，在法律上面他就受保护，这是范增自己愿意跟他结婚，他想把范增带哪儿就带哪儿，人家只要不虐待范增啊，对吧？这都是人家的权利，你即便是女儿，你也无权干涉，是吧？在这个事情上，法律是保护妻子，对吧？是不会保护女儿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对范增这个事情上面，人家徐萌啊有权利，只要不虐待他，他有权利带他爱去哪儿去哪儿。所以说啊，谁控制了人，谁就控制了财产。即便前面说的对吧，这个是婚前是谁的，婚后是谁，那都没用。不写首富对吧？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那么厉害的一个企业家，对他这个财产的分配，他也只能保证他活着的时候他能掌控，他死了解释权都不归他，对吧？解释权就归谁掌权，解释权归谁，然后解释权归法律，归司法，归法院。所以这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豪门啊，如何避免内斗？有没有豪门不内斗的？好像没有吧，对吧？这个王健林这个首富啊，他就不内斗，为什么不内斗？因为他虽然有钱啊，他说不上豪门呐，因为他就一个儿子，至少目前对吧？咱们也不能说他真的只有一个儿子，反正目前他只有一个，这没什么好斗的。所以说来说去啊，豪门内斗啊，豪门恩怨那都是必然，没有办法。这也是对吧？这些范增这样的人的一个悲哀啊。不写首富好歹是死了之后，这个内斗才浮出水面。这范增人还在呢，这个内斗就已经不可开交了，也就说明这个范增啊，就像贾母一样，这个表面上看着风光，实际上已经掌控不了局面了，局面失控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